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7章，踏足族长的奉献。摩西去会幕完成了后，就甲会幕抹油分别做圣，包括内面所有的器具、祭坛甲祭坛的器具，拢甲因抹油分别做圣。迄日以色列逐支族、逐宗族负责人口普查的族长，拢带礼物来奉献。因每2个族长奉献一台有嵌布篷的车，逐个族长奉献一只牛犅，将这6台车甲12只牛犅送到会幕上主的面前。上主甲摩西讲：“你着甲遐个收起来做会幕的路用，照利未人侍奉的职责交互因。”摩西就收遐个车甲牛交互利未人，照结顺的子孙侍奉的职责。摩西将2台车、4只牛交互因，照米拉利的子孙侍奉的职责，将4台车、8只牛交互因。这2个家族拢受祭司阿伦的囝伊塔玛监督。毋过，车甲牛无交互哥哈的子孙，因为因侍奉的职责是着用镜头跟圣物。甲祭坛抹油奉献祭坛的时，众首领拢伫祭坛前奉献礼物。上主甲摩西讲，奉献祭坛的期间，逐日着有一个首领来奉献礼物。这个首领照下面的顺序奉献礼物。头一日奉献礼物的是犹大支族的首领阿米纳达的囝拿顺。第二日奉献礼物的是以撒家的首领苏亚的囝拿坦业。第三日奉献礼物的是西布伦后代的首领希伦的囝以利亚。第四日奉献礼物的是路边后代的首领是丢尼的囝以利属。第5日奉献礼物的是西面后代的首领苏利沙代的囝是罗密。第6日奉献礼物的是加德后代的首领丢尼的囝以利亚撒。第7日奉献礼物的是以法莲后代的首领阿比弗的囝以利沙玛。第8日奉献礼物的是马拉西后代的首领比大叔的囝加玛列。第9日奉献礼物的是便雅悯后代的首领基多尼的囝阿比但。第10日奉献礼物的是但后代的首领阿比沙代的囝阿希以谢。第11日奉献礼物的是阿瑟后代的首领俄兰的囝帕吉。第12日奉献礼物的是拿弗他利后代的首领以南的囝阿希拉。每一个首领奉献的礼物拢相款，一个重约1公斤500公克的银盘，一个重约800公克的银碗，拢照圣所1公称兑满超油的幼米粉做数制，一个重114公克的金撇仔兑满香。一只牛犅，一只绵羊犅，一只1岁的山羊犅仔做烧化祭，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2只牛犅，5只绵羊犅，5只山羊犅，甲5只1岁的山羊犅仔做平安祭。甲祭坛抹油奉献祭坛的时，以色列众首领奉献的礼物，拢总有银盘12个。银碗12个，金撇仔12个，逐个银盘重约1公斤500公克，逐个银碗重约800公克，照圣所的公称，银拢总共27公斤400公克。12个金撇仔堆满香，照圣所的公称，逐个撇仔重114公克，金总共约1公斤400公克。做烧化祭的精生，总共牛犅12只，羊犅12只，1岁的羊犅仔12只。做伙奉献的也有素祭，甲做赎罪祭的山羊犅12只。做平安祭的精生，总共牛犅24只，绵羊犅60只，山羊犅60只。
即回的羊公仔60只。以上这个是甲祭坛抹油奉献祭坛了后，因全部的奉献。摩西入去会幕，要甲上主讲话的时，听见有声对约柜顶面2个基路伯中间的石纹做出来，是上主对伊讲话。